全球粮食需求升高，经纬航太将农业无人机结合了 AI 人工智慧，协助农友有效监测指数，再利用空拍后的影响分析，作为农业大数据的基础。台湾这项技术成功协助马来西亚国营农业公司监测水稻及油棕榈树。主要目的就是引进台湾 GeoSet 技术。而另一方面，全球农业过度使用化肥及农药，中研院花费10多年研发独门的酵素，能在短短3个小时将微生物分解，将有机的废弃物转化为有机废料。利用酵素处理，可以短短3个小时内把这些厨余熟化变成肥料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台湾防疫大作战滴水不漏，令全球刮目相看。工研院团队研发了全球最小、检测时间仅需要1个小时的易开罐核酸检测快筛系统。IPMS 检测时间是传统 PCR 的1/6。除了防疫上的努力，台湾在生医上的成就更是扬名国际。三军总医院运用了 AI 诊断钾离子异常，5秒钟就可以判定心肌梗塞的病情。目前大概我们只要做了心电图，一上传，大概5秒钟就可以看到报告。7个故事，7个台湾奥运的科技成就，都将在全新的台湾无比精彩农业科技及生医科技节目播出。敬请锁定星期天10月18日 Discovery 频道早上11点及晚上10点首播，节目中将完美呈现。